今日我徛遮伫个台顶，甲大家分享，真正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我认为这就是心力。心力不一定是超自然的代志，心力其实就是神伫咱的心中、咱的生活中来工作的痕迹。因为富阳教会是我合适基督信仰、操练服侍以及领受呼召上重要的所在。我将这个经验连接起来，渐渐我看见上帝呼召我前往的方向，以及上帝是安怎伫这条路互我的帮助甲引带。所以，我要开始分享家己过去的见证。阮兜以前是传统的宗教信仰，所以时常要拜拜、要烧金纸。虽然对我细汉到大汉的生活拢是伫传统的信仰中间，但是我只是将这看作是生活中普通的活动尔，并无对我有任何的改变。直到我的小弟，伊经历着上帝的帮助，成做阮兜头一个洗礼的基督徒，也拍开阮兜转变信仰耶稣基督的机会。当时小弟是伫台北食头路，有时伊出差倒来台南，伊就会趁机会传福音互阮。有一摆，伊讲上大的友好就是带爸母去信耶稣。阮爸爸妈妈除了内心非常感动以外，嘛对小弟的性格甲行为发出基督信仰的改变的力量。过无偌久，因就洗礼成做基督徒啊，而且将原本的服堂改造是基督寺。因安尼的生活、生命的转变，看起来甲我无啥物关系啊。因为过来几年我拢无洗礼，但是福音的种子却已经埋葬伫我的心中。这一切拢是上帝的安排，因为伊已经为我安排将来要面对的困境，安尼才会当完全改变我的生命甲信仰，因带我会当搁较侪领受伊的呼召。呼召的第一部曲，可能是伪装的祝福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有将这个代志讲恁听，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要勇敢。我已经较赢世间。过去我的人生大部分拢是伫离开故乡来生活，而且哪来哪远。大学是伫台中，出社会工作是伫台北，然后搁到中国去发展。但是伫遐的最后几年来创业的过程，是我人生上黑暗的时刻。我互人反背，公司欠钱，女朋友嘛无爱我，非常的惨。过来，2019年疫情是上大的打击。我所有的努力
拢去了了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无法度继续住伫遐，所以先转来台湾，甲小弟做伙住伫台北，而且帮助伊也因为疫情影响的餐厅。当然，这是上帝的安排。甲小弟伫台北的生活，伊带我去教会，认识有济的属灵的朋友，甲有充满贴心的牧者。这段时间的牧养，互我的埋葬伫内心迄个好因的种子，渐渐的生长。有一天礼拜了后，牧者问我，有想要伫后礼拜来洗礼吗？当时我毋知影要安怎回答伊，因为我阁毋知影我家己有准备好啊未。这份踌躇甲怀疑的心情一直伫我的心内，甚至我阁想向上帝来祈求印证。这个印证是，试看卖要采管，想咧得奖的话就洗礼，啊若无咧就莫洗礼吧。当然，我最后无真正安尼祈求啦，因为有一个声音甲我提醒，我无应该安尼来试探上帝。结果就是，我到洗礼迄天的透早，阁无坚定我的信心的作为。安尼安怎办？也无法度啊，透早安尼要去教会安尼。那只好先出门，伫路边来等客停车去教会啦。这时，我发现一件严重的代志。迄时是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时阵。我想要请问大家，当时什么物件上重要？是，我有听到答案，嘴红。我袂记你滴嘴红，无滴嘴红是无法度出门的。但是计程车已经伫路边啊，伊已经准备互我上车，所以我只好坐入去。一般迄阮将会安怎赶你出去吧？想袂到阮将无赶我出去，颠倒伊送我喙红。爱知影当时的喙红是想买阁买袂到的，是非常珍贵的物件。这时我的心内非常感动，我忽然间明白，连阮将拢愿意将这个奉献伊非常珍贵的物件互我，安尼，咱的上帝点袂将伊上好的恩典赐互我吗？就安尼，迄天的洗礼，我就要阁踌躇啊，正式洗礼，成做基督徒。所来，我继续伫台北参与教会的活动，到当年的9月底。这段时间的属灵的经验，会当结论是上帝对我呼召的第一部曲。第二部曲有信心的感动，嘛有属灵的真正。上帝对我呼召的第二部曲，正是伫2022年开始。但是，我受到信心的提醒，要互我家己有搁较侪的改变。所以，我透过信仰个别，甲你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，然后主动报名
咱的门徒训练课程，来学习信仰的真理。伫个课程中，我得到上互我感动的经句。我已经甲基督同等十字架，即马伫活的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咧活。这段的经句已经成做我的座右铭啊。然后我就开始思考，要安怎回应这份感动。当时门徒训练的课程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伊的名叫志平，伊已经是咱的执事啊，执事啊，歹势。另外，我嘛开始卫生伫教会的小组甲服侍，实践人甲人之间的沟通。所来除了固定伫教会活动以外，我嘛受到信心的感动甲鼓励去参加特会。我体验到人生头一摆，因为诗歌的安慰甲感动来流目屎。同时嘛，因为伫中间为着台南来祈祷的时，我想起我长期伫外口流浪，但是最后转来到接我的故乡台南。这亲像是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迄个感动共款。感动中，我听到一个声音甲我讲：你要伫遮，你要伫台南做一件代志。虽然我阁毋知是要做啥物。以上遐尼丰富的生活，当我哪追求哪有属灵的进展。同时，我对未来产生怀疑，因为对转来台湾以后，我就无头路啊。过去创业的失败，互我毋知影家己要做啥物。经过几个月思考、精进、甲祈祷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得到对天顶来的灵感，就是世间所有的公司，拢有可能倒去，只有上帝的国度永远伫咧。既然安尼的话，为虾米无要去应征天国企业公司呢？就安尼，我就将即句话甲拄仔的座右铭，一记伫台南做一件代志连接起来。这就是上帝呼召我去读台南神学院的过程的感动。趁即份感动搁烧烫烫的时，我伫网络顶查报名神学院的资料，忽然间发现需要伫当年的6月底以前来报备小会，但是迄时已经是6月初啊，所以我赶紧找学务书来处理。后来我想起来，若是即份感动慢一礼拜的话，我就无法度伫当年报名神学院。讲起来，咱的上帝真正是搁精搁活的神。当伊要引带咱的时，当伊要使用咱的时，真正是挡嘛挡袂牢。一切拢伫上帝的计划甲伊的掌握中间。第三部曲就是神学院。我伫即段时间感受到侪领受，呼召的过程犹原继续落去。我决心回应上帝互我的意向。他神学院就是上帝对我呼召的第三部曲。讲是安尼讲啦，但是敢讲袂怀疑是家己的想法吗？
当然嘛有，要安怎？要安怎办？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恁所拄着的考验，拢是人会拄着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。恁拄着的考验时，伊会甲恁开一条路、出路，互恁忍受会着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毋若是互我开一条出路尔，伊甚至互我3摆回应献身的领袖。头一摆是伊伫基督主日，当时我心内怀疑即份神学院的呼召，就行到台前来啊！伫遮，我当时徛伫遮。我碰长老，伊画手伫我的身躯来祈祷。当时我的心内感觉到一种温暖出来，我开始流目屎啊！而且听到有信心甲我讲，莫怀疑，紧去，这条道路是我为你安排的。第二摆是伫赞美之泉的音乐会，当时尤志廷牧师邀请愿意委身真做传道人的人到舞台的头前。当时我感受到一种催逼的力量，我开始向前行，行到舞台头前，而且佫听到有信心对我讲：“去啊，徛伫台仔顶，台仔前来坚定我的呼召，甲旨意。”第三摆是伫咱瑞平牧师伊的红木感恩礼拜。当伊撑起无事跑的时，我听到信心甲我讲：未来你嘛要徛伫遐，领受我的呼召，一生为我所用，我必定甲你同行。这3摆的领受，一摆比一摆较强，也互我的信心一摆比一摆搁较坚定。真正是感谢主，阿罗主，哈利路亚！所以来，我要分享，还未伫神学院读册以前，伫富强教会的服侍甲学习，我头一遍来敬拜领唱，是伫基督会，迄时非常的紧张。第一摆伫主日敬拜的领唱，就是伫咱富强教会的46周年。迄时我相当敬佩的是头前的主任彭军，大家有看到伊挺一个大巴肚，游完尽心尽力咧服侍。迄内面的小朋友就是恩谦啦。后来我有参与伫提摩太牧区，咱有伫公园，有伫海边，有伫山顶，阁有伫教会来聚会。我伫遐来学习，要安怎甲即个新少年来做伙，来甲伊培养感情。才有提摩太青少年无？你不是准备要领奖学金了吗？再来，我有参与伫圣歌队中间，互我学习到
合唱的能力，而且我有确信，咱的圣歌队绝对是全长老教会上厉害的。大家讲对不对？这是圣诞主日礼拜，迄天透早加暗时有够忝。甲有啦，我有担任一段时间的小组长啦，来体会小组长的劳苦担当。我相信在座有足侪小组长嘛有即个感觉吼。过来，我有开始合适担任即个敬拜主任，这真正是互我伫未来伫教会的实习，以及伫学校有真大的帮助。过来，这是3年前耶稣受难礼拜，这件代志绝对是我袂记哩的经验。因为我互邀请来演耶稣，拄啊好，即时离耶稣受难日无偌久，我想请大家来做伙看一段当年的画面。实际上，派即个实例假根本毋免演，因为即个实例假真正是非常的重啊。所以伫地上咧爬，也是跋倒，迄是真诶，迄毋是演诶，是原本诶模样。嘛，因为我演即个耶稣钉实例假，所以甲基督当顶实例假，即句话毋那是一种文字的描述，反倒是有实际的体验啦。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拍即个实例假是看卖，安尼才会当体会耶稣为咱拍的即个担当有偌重。耶稣互咱的疼有偌深。过来，我无参加夏令营的经验，这是头一摆。我担任这个辅导的老师，来学习陪伴这小朋友。其实，阁有足侪怀念的回忆甲学习。这拢成做我伫学校以及伫教会实施上重要的基础。感谢主，互我伫神学院最后的一年，会当转来富乡教会来实习。更加感恩的是参与着富乡教会50几年这个重要的时刻，互我搁一摆来感谢大家甲富乡教会。伫富乡教会，我学习到对家己有搁较侪反省、甲认捌，承认家己是软弱甲不足的。我要成做上帝亲自塑造的器具，互神来引带
真正的目标甲方向，完成伊要成就的使命。我愿望家己会当保持坚定、顺服的心来面对逐项的挑战。这挑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拢知影，这必定是一种祝福，是上帝互我合适的养分，是准备我将来要为伊做更较大的代志。最后，我要用台南新下医的校训，这是咱台南新下医的礼拜堂。头前有段话，有一段圣经，来诚做今日分享的结论。这是文言文啊。非你选我，乃我选你，命你结识，而是行在。托我名求爸，可处你。这是约翰福音19章16节。白话就是，毋是恁跟选我，是我跟选恁。搁恁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。安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什么，伊会互恁。愿即句金句常常提醒阮家己，嘛勉励大家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生活中的每时，拢有你的同在，因为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感谢你赐予阮智慧甲能力，互阮会当勇敢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，帮助搁较侪人。亲爱的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亲就你的旨意，领受你荣耀的呼召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